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这一期我们聊一聊越南。越南是个神奇的国度，它神奇在什么地方呢？不在于它的历史，不在于它的自然风光，也不在于它的人文，更不在于它与大国之间的恩恩怨怨。那它神奇在什么地方呢？它神奇之处就在于大国有很多专家到了越南走一走看一看，都发出了惊呼都对越南的成就，对越南的现状发出感慨，各种赞扬，各种溢美。在我们很多人的脑海里面越南你不管怎么说，那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个弟弟，没有办法跟咱们相提并论。但是很多专家经济学家到了越南之后发现这个越南似乎是一个奇迹。大家还记得吧？去年那个经济学家李道奎应该是冬天到越南转了一圈，结果他很兴奋的发了一个视频。我记得我也转了这个视频。我觉得这个在李道奎所有的这些他的论述里面，我觉得他对越南这个观察和评论是最客观。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大家看视频不难。大家好，我是在越南首都河内，星期六早晨7点半。你看，这是越南的河内的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街道。我在这儿待了3天，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也去了一个中国的工业园区，见了10几20个中国的越南的学者、企业家，还有政府的官员，还有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很有感想。我给大家高度概括的总结一下我的一些观感，比较皮毛，但是呢，我觉得相对于我25年来之前，我这次了解的更加深入。第一句话呢，经济发展的水平大概比中国落后20到25年。第二句话呢，百姓的生活是松弛的和优雅的、快乐的。第三句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民富国穷的发展模式，老百姓富，国家比较穷。第四句话呢，它是一个妇女顶起大半个天的经济模式。我一个一个解释跟大家讲。首先朋友们问说越南今天到底怎么样了？发展模式跟中国相比落后多少年？从表面上看，比我们落后25年左右。它的人均 GDP 是4500美元左右，我们到了12000、13000了。它的房价，河内的房价刚刚到2万人民币1平米，是今年涨了30%的结果。但是这些问题都不对，都问错了，因为它的发展模式跟咱们完全不一样。第一点呢，它的是老百姓快乐松弛的和非常优雅的生活，跟咱们的完全不一样。早晨7点半，马路上都有很多人在路边上喝咖啡，然后晚上酒吧里面很多人。我问他们，他说当地很多的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上班，比如8点钟上班，一看什么事儿做完了，10点钟就约朋友们出来喝咖啡了。我说那你会不会被举报？他说他们无所谓，只要把事儿干完了就没事儿。老百姓非常的松弛。就是到工厂打工非常的流行，但是一般离家也就是20公里，不会到另一个城市打工。越南老百姓不焦虑房价，刚刚我说每平米2万人民币，这是河内最高的房子，但是一点不焦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南老百姓有钱就花，不攒钱，一个月工资现在大概在3000到3500或者3600这个水平。那么我说你们不存钱怎么买房子呢？不用着急，越南的最新的土地法是每一位老百姓、每一位国民都可以买宅基地，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包括侨民。买回来之后你可以花钱建房子，你建的跟白宫一样，都没人管你。就好像我在北京在郊区买一块地盖一个房子，这在国内真正不允许的，这是属于小产权法，这是违法的。但是在越南是完全可以的，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干，所以他们不着急不焦虑。另外呢，他们看病，当然这个医疗水平没有咱们国内那么高，但是呢医疗保险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它是优雅的生活，有法国的传统。你在马路上看男人女人，尤其是女孩子，都是穿得很漂亮很优雅的。另外呢，他们跟我讲说这个男孩子追女生最好的办法呢是送鲜花，是买蛋糕，而不是说买一个好摩托车，买一个宝马。另外他们喜欢咖啡，喜欢法国面包，叫法棍，这是他们的优雅的生活。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叫做什么呢？叫做民富国穷。老百姓富怎么一个表现呢？我告诉大家，刚刚我说的打工妹3500一个月人民币在工厂里工资相当于司局级的干部的工资。大学毕业生在工厂打工5000到6000人民币一个月，相当于正部级的工资。中高层经理的工资相当于正国级的工资。
再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政府比较穷，我去了工业园区，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工业园区政府怎么收税？是不是从土地拆迁收税？说绝不是，他说基本上不怎么收税，就是搞就业。他们最极端的政策是叫4免5减，原则上讲，你这个企业可以10几年不交税。那我说了，你这么搞的话，你政府拿来税收啊？他说他政府就是搞就业，就是把当地的老百姓的就业搞好了，他这政府就可以从各种渠道，从消费其他地方征收税收了。所以基础设施还是非常落后的，城市建设水平相当于我们一个比较落后的地级市，这是他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富和政府相对比较穷的一个对比。第三个感受是什么呢？妇女撑起大半个天，出去打工的都是女孩子。不光如此，它历史上形成的男人的地位高，女人地位低。男人骑着摩托车，早晨把这个家里的女孩子或者太太送到农田，然后呢，女人在农田里干活，到了下午，男人骑摩托车把女人接回来，这是他传统模式。然后呢，要生孩子，我碰到了很多女孩子，她们都说她们在生孩子。碰到一个工业园区的一个越南的员工，她是怀了第2胎，然后呢，我们就问她，我说你怀了第2胎，如果生的是女孩子，你是不是还要生？一直要生到男孩子。所以他们当地人跟我讲，他说很多的越南的这个女孩子啊，嫁到了北边，去了中国，他们特别羡慕，特别开心，特别幸福。因为中国的情况可能完全是相反的，在中国呀，这个女孩子的地位比越南相对而言高很多。好了，我的感想这么多，暂时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评论区中提出。回国以后一定给大家解答。咱看出啊，李稻葵啊对越南这种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场，对吧，充满着这个羡慕之情。我今天要介绍的是谁呢？是我们熟悉的啊，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曾经啊单挑加特老师。当然了，他也这个力荐这个新能源。去年啊10月8号喊出了胡适啊开盘即收盘，然后跟这个东方港湾的那个老板啊但斌两人干上了。他就是任泽平。实际上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任泽平就是一个复杂的人。每当胡锡进老师啊没法解释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用复杂中国来解释，所以咱们就用复杂任泽平。那么任泽平今天啊在网上流传他的一篇文章关于越南，所以我们一起看一看啊，这个任老师从越南又受到了什么启发，或者叫受到什么刺激。他文章前面这么说的啊，他说在热火朝天的越南，我看到了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他说这是我9月赴越南讲学调研的最大感受。当前的越南就像2000年前的前后啊，中国经济的缩小版再现。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全世界的工厂，不断上涨的地价，朝气蓬勃的消费动力，持续涌入的全球淘金者，到处疯传的造富神话，励精图治的政府官员，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燥热的土地，巨变的时代。越南是中国最好的学生，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是对改善营商环境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奖励。他说第一个叫全力拼经济的越南。越南像2000年前后的中国，全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边的物价低，工资水平低，不到国内的一半，经济快速发展，注意与主要贸易伙伴搞好关系，强调世俗国家，大力开放，大搞开发区和基础设施，颇像90年代搞改革开放和01年加入 WTO 的中国，一片欣欣向荣。在整个越南，似乎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的共识，搞钱发展经济。第二个说经济快速增长的越南，说越南很有活力，经济增长很快。2024年人均 GDP 4717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3多一点啊。中国是1.33万美元，实际 GDP 增速 7.1%， CPI 增速 3.6%， 名义 GDP 增速超过2位数增长，这宏观意味投资回报率高达2位数。过去10年除了疫情期间 GDP 基本保持在7%左右的高速增长。说过去10年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越南人的自信心开始增长，消费强劲，越南新娘逐渐成为传说。洋溢着乐观情绪的越南，在越南我遇到的每个人，无论是企业家、城市职员还是工厂蓝领，都对未来充满信心，洋溢着乐观，享受着好脏好乱好开心的黄金时。说越南在东南亚优势明显，劳动力成本低，素质高，政治稳定，
低，政策可预期，陆路与中国接壤，更便于产业迁移，海岸线长，治安相对较好。第四个是不断开放的越南，越南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202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7862.9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额40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3%。2024年，越南吸引外资近382亿美元，已跻身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前15名，实际到位外资金额253亿美元，同比增长9.4%，创历史新高。在越南的外国人很多，无论是像胡志明市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还是像芽庄这样的旅游度假城市，随处可见外国人，密度甚至超过了国内，来自欧美、俄罗斯、日韩、中国的等都有，非常开放。说日韩中国企业中国台湾的企业先于大陆来越南布局工厂。中美贸易战以来，大陆企业越来越多，主要是为了绕开关税和当地的廉价成本。近年越南劳动力成本也逐渐上去了，低端的纺织、服装等产业可能竞争力受到挑战，中高端制造比如电子等逐渐向越南转移。第五个说人口结构十分年轻的越南。越南有1亿人口，人口密度高，最大城市胡志明有1400万人，那这个也很了不起啊，1000多万人的这个城市啊，人口结构年轻，年龄中位数是32.5岁，而中国的年龄中位数是38.4岁，日本人是48.4岁。在整个东南亚，越南人勤奋是最像中国人的，劳动力素质高。虽然印度的人口结构更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8.4岁，但是印度不像越南一党制，缺少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城市里摩托车洪流川流不息，是越南的一道风景。第六个是房价股价不断上涨的越南。他说我们拜访了第一太平戴维斯，与当地的企业家进行了交流。越南不动产价格涨得很快，回报率可观，公寓租金回报率4%到5%，工厂是8%到10%。2022年前大涨，近年价格太高了，暂时横盘震荡。胡志明市顶端楼盘10万一平，中端2万左右，但是对比工资水平，高级白领7到10K， 工厂工人2到3K， 房价收入偏高，有一定透支和泡沫。也就是越南的第一大城市胡志明那房价也是虚高。越南的大企业多数涉足不动产开发，通胀比较高， CPI 同比超过3%，银行存款利率4.5%，房贷利率8%以上。2024年以来，越南股市处于大牛市之中，近期胡志明指数更是创出历史新高，其中金融、地产、零售等行业爆发大牛股。越南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工地，大规模基础设施都在规划和建设中，南北各省都是大工地，城乡结合部、挖掘机随处可见。然后这个任泽平说第7点叫中国制造不断进取的越南。他说我们参观了在越南发展的海尔、TCL 等中资企业，感受到当地员工信心十足，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中国家电在越南用户心目中建成高端的代名词。总体印象，日本家电在衰落，韩国家电在下滑，中国家电在崛起。它这指的是在越南市场海尔洗衣机越南市占率第一，冰箱第二，占有率还在上升。目前中国和韩国家电占比高，欧美日品牌基本退出越南市场。中国品牌在手机、彩电等领域也占了1半以上越南市场的份额，小米手机、vivo手机、TCL 彩电等在当地十分流行。文章说他说目前越南汽车、摩托车还是日本和韩国品牌为主，但是来自中国的比亚迪、雅迪等开始进入越南市场。近年越南开始注重电动化，中国企业的优势明显，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最后任泽平老师也说他说当然越南也有一些短板，但是这些短板呢都瑕不掩瑜。他说进入越南海关经历的第一件事把我惊讶了，把任泽平老师还吓着了。他说通关时地接提醒我们在护照本里加10元给越南海关工作人员。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越南的这个叫弊病这是公然索贿很多去越南的这个网友还有 UP 主都说过这事跟中国比，越南基础设施还是非常落后，即使是最发达的胡志明市，街道窄，摩托车多，污染大，基本没有高架桥，全市只有1条地铁。5天的讲学和调研很快结束，最大的感受是在热火朝天的越南，我看到了下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任泽平老师说他说这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改革开
开放的胜利，企业家精神的胜利。相信只要中国坚持市场化导向，新一轮改革必将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伟大复兴。这个任泽平老师的这个结论啊，咱们暂且不提，他观察到的这个越南的现象确实啊令人鼓舞啊，越南取得了令人不俗的这个经济成就，对吧？越南也一改它落后贫穷的那个面貌。实际上我看来啊，无论是李稻葵还是任泽平，他们看到的越南这个经济这一面，恐怕有很多其他的是不方便说啊。任泽平说啊，越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越南是一党制。当然了，他拿这个跟印度比啊，那印度呢，它缺少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在这里啊，任泽平老师把越南跟印度做比较，我觉得他看到了一面，也就是越南的这个制度啊，它有优势的一面。如果啊，它的道路啊选择正确，在正确的道路上，那么越南它就比印度优势要强。但是，一旦你是在错误的道路上，那危害性也远远高于印度。何况啊，如果任泽平老师去印度走一走看一看，恐怕一样啊，也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印度也在创造经济奇迹。那么显然，印度也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啊，只不过啊，因为印度是它的制度啊，各个邦好像不一样，也就是印度没有一个强大的这种中央集权，那相应的来说啊，效率恐怕要低一点，但是它只要不走弯路，一样的啊，是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首先啊，在我看来，他们是有它的红利啊，就像他们是个洼地，对吧？它无论是土地成本还是人工成本，其他的成本都非常低，在特殊时期，对吧？很多资本产业就会向这些地方去转移，这是资本转移，对吧？这或者说大一点，这是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贸易战，对吧？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很多这个企业啊，尤其是全球知名企业，他们都做了一个什么叫 N+1方案吧，也就是在中国之外，他还要找一个备用的基地或者叫产业链。因为很多大的企业，它主要的产业链在中国，依托中国，但是由于这个现在的地缘政治啊，这个贸易战等等，又涉及到国家安全，所以很多大的企业，它就要在外面，在中国之外要找个备份，甚至啊，直接把产业链想办法搬出中国。那像东盟，对吧？像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印度等等这些国家，还有墨西哥，那都成了洼地，资本、技术、产业都在往这方面转移，还有供应链呢，就像30多年前，对吧？转移到中国一样。那现在就看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等啊这些国家，还有墨西哥，看谁的效率更高。他们面前啊都有同样的一个榜样，不是一个榜样，他们面前同样的有好几个榜样。日本、中国，这是两个典型。对于越南、印度他们来说啊，如果想可持续发展，那么他们就要，那中国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咱们一直说的啊，咱们叫摸着石头过河，咱们也没有摸着日本过河啊，那就相当于咱们和日本提供了两个样板。那后来者，比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那他们就可以摸着日本或者摸着中国过河。中国走过的坑，对吧？中国踩过的坑，他们可以想办法避免；日本踩过的坑，他们也可以想办法避免。我看越南啊，现在给人感觉啊，还是非常励精图治啊。人家首先是政治改革，对吧？他是搞4驾马车，对吧？越南主席、书记，还有什么总理，还有一个叫什么议会，是吧？他是4驾马车，那是非常奇特啊。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越南一直在改革上层建筑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一阵子是不是政府部门叫精简，各个电视台精简，对吧？它很多国营电视台直接关门，那跟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这是市场原因导致的，很多电视台相当于关门了，但是还没关，因为他们工资发不下来，因为已经没有人去看了，是市场导致。但是人家越南是主动为之，对吧？统统的下岗，越南公务员也在精简，在裁员，节约的钱干什么呢？人家节约的钱要搞12年义务教育，也就是一直到高中吧，义务教育啊都是免费。越南经济发展了啊，你看越南那个一把手那个苏林，他的那个座驾，不要说跟斯林国安比了，就连跟这个地保老人比都显得寒碜。但是越南的经济体量，那这俄罗斯也是很羡慕的，对吧？越南反腐也很厉害啊，对吧？越南的许家印是个女的吗？所以第一个啊，越南人家政治体制也在改革，下面各个部委在精简。我认为越南啊，要从中国汲取的经验教训，不是说房价增长过快，而是它的分配啊要更加合理、更加均衡、更加公平，减少浪费。这个任泽平老师说的啊，说越南基建比中国差得远，连胡志明市那个街道都很窄又脏，摩托车特别多。越南胡志明市只有一条地铁。显然啊，越南现在处于一个基建大爆发时期，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工地，大规模基础设施都在规划和
和建设之中，南北各省都是大工地，城乡结合部、挖掘机随处可见。也就是越南的地理位置啊，越南的地形它是个狭长的，越南北部和越南南部相差很远的，1000多公里，所以越南它适合搞1-2个大动脉，然后沿着这个大动脉，对吧？像再纵向延伸一下。由于这个越南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啊，越南在基础设施规划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效率会更高。也就是它尽量少的出现那种往那个山里面，对吧？建那种宏伟工程，那都属于浪费啊。越南这一块恐怕要好得多。它从河内，对吧？修一条高铁到胡志明，再修一条高速到胡志明，再沿着这些高铁和高速，对吧？向附近延伸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越南啊，改革开放积累下的财富要提高使用效率，不能浪费，不能做无效投资。越南现在搞的全民保障，比如说他的养老金，对吧？他的这个退休金，他的什么越南的五险一金要更加公平合理。因为这个他是看到咱们的这个现在问题，对吧？他要避免咱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难。因为越南的人口很年轻，他们的这个养老金恐怕刚规划没多久，他完全可以，对吧？把咱们这个，比如说啊，咱们还有视同缴费，那越南他没必要搞这一套了。你看咱们的养老金啊，以老师为例，老师现在在职的老师啊，那工资只有4000，但是你一退休呢，你工资还能拿到6000、7000，就导致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职的时候工资不高，你退休了工资还高一点。现在很多老年人一退休拿的工资比年轻人上学之后毕业，对吧？正式上班拿的工资还高，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哎，我觉得越南它完全可以，对吧？避过这个坑，不要走这种弯路，正好趁它人口还比较年轻，可以改。所以说越南啊，它的潜力啊，确实像李稻葵啊，像任泽平说的一样，潜力非常大，前景无限。他现在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如果他把咱们走的坑啊能够完美的绕过，对吧？那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更强。同样啊，印度也一样。咱们网上有很多人呢有成见，这个申公豹说过啊，人心中的成见呢是座大山。我们有很多人啊，包括我，实际上对印度啊，对越南这个地方都是有成见的。一说到印度，满脑子的还是那种烧尸、衡水河那么脏，对吧？大家在里面泡，甚至还有人喝等等啊。印度的种姓制度，实际上啊，印度啊现在已经迎头赶上，也是朝气蓬勃啊。印度也有硅谷啊，好像印度有个城市叫班加罗尔吧，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在印度的南边海边，那就是印度的硅谷啊。全世界啊各大科技公司都在那儿有分公司，把很多在中国的那些研究院都搬到印度去，既不在新德里，也不在孟买，对吧？印度号称它已经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印度啊已经提供了美国的这个 iPhone 手机的多少啊？75%还是80%啊？也就是在美国买的手机啊，苹果大部分都是有咖喱味儿。什么意思啊？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印度的精密制造业已经达到一个水平了。你手机生产啊，苹果手机就是手机里面的顶级，对吧？你能生产苹果手机，那你生产安卓手机那就是顺手牵羊的事。手机这么精密的这个用品啊，产品都能生产，那其他的啊，也就不在话下，对吧？毕竟电子产品啊，那手机还是最这个就技术这个含量啊，集成最高的。不管怎么说吧，越南、印度甚至东盟这些国家啊，它的有个叫后发优势，只要他认真的研究啊，虚心请教，科学规划，它的潜力会更大，它付的学费少，尤其是越南，对吧？所以越南现在取得的这些成就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班上的一个差生又要转学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